剪刀主公，坤道主公，奉请人好。接着啊。各位各位师傅，后面能够很对同学大德，大家要来了啊！目前人午安。这一班的话，中上，那后面决定那个班师资教育，线上教育，实体教育说，咱条件，咱的同学大人，咱来到这个所在，这是我们高校，是这样的，这个江苏，是这个人土地，人开心，这个是这个教育。线上教育是什么？给你们条件就是同步的讲，你的女儿咱必须把伊的父亲，伫网络内底当中，拢同步会当看到，咱这个现在咱的公司准备的这个课程，因为这是配套，什么叫做配套？讲因为这个疫情，伊这个需要，那么这个配套。这个有点些话呢，就是较恐慌的，较紧张的，当中呢就是讲有相对啦，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内底当中，伊就无出来，无出来了，咱就顺理自然，因为咱讲，因这个班数当中，嘛是要看咱的病，咱的人，甲咱的用。只有3年内底，我觉得因对整个身体健康，嘛无啥物代志。咱就这个勇敢，咱就当出来从这私教是咱建议大家动手，大家用的，有用有用就是咱大家教出来。咱你的身体的咱就是讲有些间接确诊啦，还是讲的像伊过去。这对于这有确诊的人员，就是帮来这个处理单位很好啦这等啦，咱家己解决，家己处理。咱把这健康的，我就分段出来，就讲出做不菜啦，因为咱讲，因为咱去看伊啦，咱来研究法，比如讲你看病房的华语，那咱会做。咱会做啦，你会照做好，对啊。你线上、线上你变那个地方，所以出来参加迄个质感，他无学校，但是迄个能量他无学校。咱离村听的道理，他来到这听的道理，迄个能量就无学校。能量无学校虽然能量无学校，咱的思想方面就无学校，咱的命运。赚无形象，所以天得你听这物件呢，咱唔要听兴趣的，咱唔要听出名，伊说咱就听改变咱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但是今日有咱的同工师讲车出去，车出去看去签啦原则伊要识啦因为主题是安尼嘛什么叫做车？迄个车，那个刚开始叫红叫做车，英国人讲的车叫红。因为呢，伊咱进目前中，咱的这个社会，咱的车出之心，红影，迄个红影，红影的心，就什么心？叫做车出心。车主的意思是意思，车主的讲，迄个红影足单纯的，无迄个奇奇妙妙的心啦。咱的红影巴肚了，就好对对，巴肚若饱，就重了对对。伊若艰苦会爱对无？若无艰苦，敢会爱？袂
个主观的意识，要加规加怪，然后叫做加规加怪。爱就是因为迄个心就是无彻心，迄个心就是无单纯的心，啊无单纯的心就加规加怪。所以咱做者代志，做者事为，就是拢迄个加规加怪加出来的汤，无真心做出来。啊，迄叫做哪？迄叫做色。什么叫做色？色就是讲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讲伊知识作用，伊知识作用。啊，第二个解释就讲，迄个已经无车啦。色就是讲，已经色就巧嘛，迄个无车，无天真啊啦，无天真啊啦。哦，啊你无天真，也计规计怪咧。当然无天真嘛，计规计怪。上东上西，你想要囡仔，阿孙咧，哦，讲一个小小的秘密哈，小小的秘密。哦，伊过去囡仔乖乖的，拢做单纯的，啊，即摆来读书吼，伊就计规计怪，计规计怪，你比你房间吼，其他妈不是一样，按打都无法力，按着按打的吼，我都有需要的是的电脑吼。你个查资料吼，安尼你阿爸敢袂买电脑个，咱袂去请教伊吼。啊，但请教体育看，敢就看伊作业，毋是咧，你看韩剧咧。吼，看韩剧，这就是心里，这个心的无单纯，计规计怪一条。啊，当然阿爸就是关因囝，因为囝。思想个偏离，啊去放空，啊那电，这个意思就对啦吼。啊，咱这个心就是参像我做咧讲的加规加怪的心。但是咱的真理就是要甲你砍掉咧，要甲你过掉咧，过掉你加规加怪，你讲做加规加怪，加规加怪啊变成过去，哦，加规加怪变过去，安尼挑衅，哦，但是真理就甲你扳倒倒来，哦，你的智慧。就是用起来，哦，你的加规加怪，迄个知识就用落去。啊，那安尼当中，就是迄个智慧会去驾驭迄个知识。安尼当条，唔是别人甲你驾驭哦，是你家己迄个智慧用起来，你家己看会到迄个物件，今日我有想袂使，我有改变袂使。哦，我会无改变，咱命运改变。只要透过着咱家己去管理家己。只要咱家己去践行家己，虽然讲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对不？啊，最大的失败就是自己。有书人讲，知己知彼，啊来呢，百战百胜。好，啊，咱今日就是要学好，会当践行咱家己，所以必须人好做，必须对家己好做。啊，所以今日咱的实体教育班。感谢咱的美香教处处长啊，啊，给咱的这个以这个一班给这个从阿凯哈里面的咱的这个给您好像像看着那少侠少那右手右手，该挂的是阿里，我会阿明。心吼，年轻人要用心吼，啊，今日把咱的网络啊传出去世界，哦，因为今日这个网络啊，离咱爱想的人，离世界，离这个网络快点，哦啊，因为不年轻，来出这个无法了了的吼。那么这些有到天秋一样的意义，迄个音很轻，啊，声音迄声音也是好听。啊，我问一下这，你像，今天我吼，啊，都真水哦，啊，声音嘛是好，真开了好，我是个啊，还感谢内底迄个地方的人，所以他们很好，感谢大家在保持着这个方面啦吼。今日最后，希望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大家。
谢父神的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一班新义义和110年度8月爱祥启慧班班员成上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鞠躬，感谢副前人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感谢讲师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1鞠躬，感谢副前人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感谢讲师鞠躬。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到1躬，再躬，3躬，持驾前人躬，送驾护前人躬，送驾各位点燃师躬，坤道1躬，再躬，3躬，持驾前人躬。送驾护前人躬，送驾各位点燃师躬。各位前人啊，因为这次疫情非常严重啊，那这边五线供老母的供果哈，它这个叫做平安果啊，好了，咱就会讲这个身体健康哦，啊，唔使有难啦哈，因为咱这个好朋友，是吧？哦。